那我们今天呢，就进入到第103页，就是建立小因果的部分。那这边讲到的小因果呢，并不是讲说因果里面呢有大有小，比如说像是以苗芽来说，苗芽跟种子的关系呢，它是小因果。那像是须弥山啊，或是大房子这种东西呢，称之为大因果，并不是说因果呢它本身有大有小呢，所以称之为小因果。而这边讲的小因果呢，它指的是说，在讲述因果道理的时候呢，它讲的没有这么的广博的缘故呢，所以称为是小因果。那后面呢，对因果的道理呢，就是开展的以更为全面的方式来做讲述的呢，称之为大因果。所以它是讲是大小的差别呢，是讲说因果道理它讲解就是广略的差别。为什么叫做小因果呢？那最主要呢，就是因为说他在讲解因的时候呢，他最主要是透过像是直接因、间接因这两种方式，或是透由是近取因还有俱生缘呢，那总共加起来就是透由这4种方式呢来讲解因果的缘故呢，所以称之为是小因果。那后面大因果呢，他在讲因的时候呢，最主要是提到说6因还有6果的部分。那6因呢，就是我们平常在讲说像是异熟果啊、身上果啊等等等6种因的部分呢，就是较为广博的方式来诠释，所以呢称之为是大因果。那在这边呢就提到说，第一个呢就是能生呢，它是因的性相，就是因的性相称之为是能生。那我们举例来说的话呢，就比如说烟的因是什么呢？那烟的因呢，就是提到说能够生烟的，或者说能够生瓶子的呢，它就是瓶子的因，所以能生呢，它就是因的一个性相。那接下来就提到说，可分为直接因、间接因、近取因还有俱生缘4种。那直接能生呢，是直接因的性相。那这边举一个例子来说呢，什么是直接因呢？就比如说呢，我们在生火的时候呢，就透由木材呢，然后生火，木材生火之后呢，有火之后呢，就产生了烟。所以对于烟来说呢，那它的直接因呢，就是火，就是因为它最主要呢产生烟的呢是透由火的关系而产生烟，所以对于烟来说呢，它的直接因呢就是火。那或者是呢，用另外一种比较容易理解的方式，就无论说是我们，就无论说是男女呢，那对我们来说呢，母亲呢就等于是我们的直接因，或就是直接把我们生下来的呢是母亲。那外婆呢，对我们来说呢，就是属于是间接因，就是外婆生下了母亲，然后母亲呢才生下了我们，所以呢，母亲呢对我们来说呢，就是我们的直接因。接下来呢，就提到说间接能生呢是间接因的性相，那就如同刚刚所讲的，就是我们提到说呢，火呢它是依靠着木材而生，那有了火之后呢，才产生了烟，所以呢，烟的直接因呢是火，但是呢，间接因呢我们就可以放置木材，因为火呢它最主要是透由木材而产生的，所以呢，透由木材产生火之后呢，然后火柴产生了烟，所以呢，木材对于烟来说呢，就是它的间接因。那为什么是间接因呢？因为在它们2者之间呢，又插入了其他因，就是火的缘故，所以木材呢就变成了烟的间接因。所以呢，就是直接因呢跟间接因呢，它是可以安立在一法之上的。就比如说呢，我们以烟来说的话呢，就是先有了烟的间接能生，就是烟的间接因之后呢，然后才了烟的直接能生，就是烟的直接因之后，然后最后才会有了烟。所以呢，烟的直接能生呢是烟直接因的性相，那烟的间接能生呢是烟间接因的性相。那所以同样的呢，我们如果把瓶子放上去呢，也是一样的。瓶子的间接能生呢是瓶子的直接因，那瓶子直接能生呢是瓶子的直接因，那瓶子的间接能生呢是瓶子的间接因，那就可以以此类推。以上呢就已经讲完了，就是直接因还有间接因的性相。那接下来呢就是提到说近取因呢还有俱生缘的部分。那在讲述近取因的时候呢，就提到说是近取果成为质类续流的主要能生呢是近取因的性相。那我们举一个例子来说的话呢，就是以瓶子来举例的话呢，就是瓶子的自近取果呢成为瓶子质类相续流的主要能生呢是瓶子近取因的性相。
那这个举例来说，就是比如说就是我们能够做瓶子的那个陶土，就是能做成瓶子的这个陶土呢，它为质进取果，就是瓶子呢，然后成为质类相续的主要能生，所以我们可以知道说，能做成瓶子这个陶土呢，它就是瓶子的这个进取因。那所以呢，我们就知道说，这个讲的质类续流呢，就讲说它的同类续流，就是能够让它慢慢的转变成瓶子的这个东西。就比如说像刚刚所讲的这个陶土，就是能做成瓶子这个陶土呢，它就是从刹那，从第一刹那到第二刹那到第三刹那，就它每一刹那不停的转变之后呢，那最后它就从陶土呢变成了瓶子。所以呢，能做瓶子的这个陶土呢，它就成了自己的进取果呢，也就是瓶子，然后就是自进取果成为质类续流。那这个质类续流呢，讲的就是它的同类续流呢，然后能够产生最主要的能生呢，那就是所谓的瓶子进取因的一个现象。所以呢，我们用一个就是如果比较好理解的方式来说的话呢，就是瓶子进取因呢，它是就是将要成为瓶子，或是呢它的体性呢能够成为瓶子，就是正在成为瓶子的那个时候呢，称之为是瓶子的进取因。那等到它呢已经成为瓶子之后呢，就不会有所谓的瓶子的进取因，它一定是正在转变为瓶子，或是正在转变为瓶子的体性的这个呢，才会称之为是瓶子的进取因。那等到瓶子成立呢，瓶子已经完成存在或是成立之后呢，那这个进取因呢，它就不会存在了。那所以呢，如果我们以烟来说的话呢，也是一样的，就是它是能够成为烟的体性，或是正在转变为烟的这个呢，称之为是烟的进取因之外呢，那烟完全产生之后呢，就不会有烟的进取因。那所以同样呢，我们也提到说，它是质类续流，就它本身呢，它的体性呢是要转变为是这一法。所以我们以瓶子来说呢，比如说在做瓶子的这个陶土师傅，或者说拉坯的这个师傅呢，他本身呢并不会成为瓶子的进取因。为什么呢？因为呢，做陶土的、做瓶子的这个师傅呢，他是比特伽罗，那他本身是比特伽罗的缘故呢，所以他并不会转变成瓶子。所以呢，做陶土的这个师傅呢，他自己呢并不会成为说瓶子的进取因，乃至于说呢，就是做瓶子的这些器具、这些工具呢，它也不会成为瓶子的进取因。为什么呢？因为它的体性呢并不会转变成瓶子的缘故。那接下来呢，我们就看到说具生缘的部分。那具生缘呢，就提到说自具生果。那这个字呢，直接就提到说是自己这个具生缘呢，它的具生果。那我们以瓶子来说呢，就是瓶子具生缘呢，它自己的具生果呢，就是瓶子。那就如同说在上句，就是自进取果，就是瓶子自己进取因呢，瓶子进取因的这个进取果呢，就是瓶子。那所以提到说，瓶子自具生果呢，成为非质类续流的主要能生呢，是具生缘的这个性象。那就提到说呢，以瓶子来举例的话呢，就瓶子它这个具生缘呢，那它自己的具生果就是瓶子呢，然后能够成为它的非质类续流的主要的这个能生呢，那就是属于具生缘。那就提到说，它是一个承办这个东西之后呢，它是一个必要的一个助缘，必要的一个助伴。就像我们刚刚讲的说，我们在做瓶子的时候呢，然后做这个瓶子的这个师傅呢，这个工人呢，那他本身呢是一个瓶子主要的一个具生缘，因为它是一个主要的助缘，因为有它之后呢才能够产生瓶子。但是它本身呢，它并不会成为说质类续流，它是非质类续流，因为它并不是它的体性呢，并不会转换成瓶子缘故，所以它是非质类续流的主要本身呢，所以就是具生缘。那具生缘讲到呢，也就是它一个不可或缺的一个助缘。那我们如果呢再举一个例子来说的话呢，就以自己来比喻的话呢，那我们今生呢的进取因是什么呢？还有说我们今生的具生缘是什么呢？那以今生的进取因来说的话呢，就可以说是我们之前的中阴身，或者说呢我的前世呢也是我的前一生呢也是我的进取因。因为呢我的这个体性呢是什么而来的呢？就是从
前身的我呢，然后它的体性转为说中阴身，那中阴身之后呢，它又转变为今生的我，所以呢，我的体性呢，最主要呢是从了我的中阴身，然后来说我的前身呢，然后这个相续，然后转变而来的，所以这个呢是属于说我进取阴的部分。那我的具生源呢是放谁呢？那我的具生源最主要呢就是我的父母亲，因为我们今生呢能够承办最主要的助办呢就是投有父母，就是父母他的体性呢，他的续流呢并不会转变成我的续流，但是我们今生呢要能够从前一刹那到后一刹那不断的成长呢，最主要是透过父母的关系呢才能够成长出来。所以最主要呢，我提到说就是非自类续流的主要能生呢，具生源呢，我们的具生人呢也是我们的父母。那所以在提到说父母亲是我们的具生源的时候呢，那其实仅止于父母亲，我们的兄弟、我们的兄姐呢，并不能算是我们的具生源。为什么呢？因为呢，它并不是说我们今生呢，就是我们今生要产出来最主要的一个助伴呢，它并不会成为这个，它并没有办法成为说我们的前一刹那呢到后一刹那一个非次类相续的主要能生呢，它并不会成为这个，就是不一定要有兄弟姐妹呢，我们也是能够产生的。所以呢，兄弟姐妹呢，就是亲戚呢，它并不会成为我们的具生源，我们最主要的具生源呢还是父母亲。那所以呢，这边我们就来到说进取阴呢跟具生源呢，就是一个呢，它是最主要能够产生我们就它的体性呢能转变成我们最主要的一个能生的呢，就是所谓的进取阴。那能够对我们能够产生一法呢，就是能够产生一法，它最主要的一个助缘呢，就是称之为是所谓的具生源，那就是它命名的这个方式。那以上呢已经讲解完了关于阴的部分。那接下来呢，就是讲述果的部分。那刚刚呢，我们在讲述阴的时候呢，就是在讲能生呢是阴的一个性象的时候呢，是从果的角度来看的时候，所以它能够生果呢，所以它就是一个阴的一个性象。那所以呢，在讲到说果的时候呢，就提到说是所生呢是果的一个性象。那就这边呢，就是以阴的角度来说，就是比如说以火来说呢，火的所生呢就是烟，所以呢。烟呢，它就是火的一个果，所以提到说所生呢是果的性象，那火的所生呢就是火的果的一个性象。那所以呢，它同样的呢，我们就可以理解到说，刚刚分为呢就是直接因、间接因，那同样的果呢也可以分为是直接果、间接果，还有进取果，还有具生果这4种。那这个呢，其实它的理论呢，就是我们可以用之前所学到的呢，就比如说。有作用者呢，它是一个事物的一个性象。那我们在了解说到有作用者呢是事物的性象的时候呢，那我们就可以知道说事物呢它是有作用者是一个名相，所以我们就可以了解说因跟果的一个关系。当你是它的这个直接因的时候呢，那你就知道说就是以火跟烟来说的话呢，那以烟来说，那它的直接因呢就是火，那火的它的一个直接果呢就是烟，就是用这种互相的方式呢，然后来理解。所以呢，我们就可以了解到呢，就是你只要有直接因的话呢，那你这个直接因必定有它的一个直接果。那你有间接因的话呢，那这个间接因呢必定有它所产生的一个间接果。那同样的。你是这个东西的进取因的话呢，那这个进取因呢也必定有它的一个进取果。那同样的一个法的一个具生源呢，那这个法的具生源也必定有它的一个具生果，所以它彼此呢就是这样安立出4个。所以呢，在讲到说就是直接所生的时候呢，就是直接果的一个性象；那间接所生的时候。就是间接果的一个形象。那我们以火跟焰来举例的话呢，就是火的直接所生呢，就是火的直接果的性象。那火的这个直接所生呢，我们就提到说是焰。那火的间接所生呢，就是火的一个间接果的一个性象。所以呢，我们就以火跟烟的关系来说的话呢，就是你把火还有烟的第一刹那以及烟的第二刹那，就是这3者来说的话呢，因为会有火呢，它直接升起了烟的第一刹那。然后烟的第一刹那呢，升起了烟的第二刹那，所以呢，我们可以知道说火呢，它是火的直接所生呢，就是烟的第一刹那呢，它就可以放是火的直接所生。
那烟的第二刹那呢，因为它是透由烟的第一刹那之后才产生的烟的第二刹那，所以烟的第二刹那呢，它就是火的间接所生，那也就是火的间接果。那所以同样呢，进取果呢也是一样的，就是呢，在自进取果呢，成为质类续流的一个主要所生。那刚刚在因的时候呢，是提到说一个主要的能生，那这边呢就是一个主要的一个所生呢，那就是自己具生果的一个性象。那所以同样呢，就是自具生果呢，成为非质类续流的主要所生呢，是具生果的一个性象。那这边呢，就同样就是以我们刚刚讲到说，就是瓶子，还有说做瓶子的这个人来说的话呢，就是做瓶子这个人呢，他的体性呢，他并不会转变成一个瓶子，而是他的体性不断的就是成为特性的时候，他并不会转变成一个瓶子。所以做瓶子的对做瓶子这个人来说呢，那瓶子呢就是他的一个具生果。那对于说这个陶土来说呢，那瓶子呢就是它的一个进取果。接下来呢又提到说，彼之前生因呢，乃直接因。那彼之前生因讲的是什么呢？就比如说我们知道说瓶子呢是由陶土所做的时候，就是在成为瓶子之前的那个陶土呢，那就属于说它也是属于说瓶子的一个直接因。接下来呢就提到说间接因。那间接因呢就是彼之前生者的前生者呢，就是成为一个间接因。就像刚刚我们讲到说，在瓶子呢就是能够做成瓶子之前的这个陶土呢，或是这个泥巴呢，就是瓶子的一个直接因。那这个泥巴呢，它是从就是一块土呢，就是我们把它灌水或是加水之后，它才变为泥巴，所以这个一块的这个土呢，它就是说瓶子的一个间接因。那所以同样的呢，我们刚刚讲到说烟和火的关系，就是火呢它是烟的一个直接因，那火的因是什么呢？火的因呢又是木材，所以木材呢它又会成为说烟的一个间接因。所以呢这边就是提到说直接因跟间接因的关系呢，只要是一切无常法的话，它都是适用的。那接下来呢，讲完因之后呢，我们来看到果的部分。那果呢也是一样的，就是彼之后生者呢，就是乃直接果；彼之后生者的后生者呢，就是间接果。那这边呢，前生者呢跟后生者呢，其实讲就是说它的这个东西的它直接所产生的下一个东西，就像我们刚刚讲的，就是你火有了之后呢，那有火之后，它直接呢就会，它呢下一刹那就会产生了烟，所以呢火呢它就是烟的一个直接因，那烟呢就是火的一个直接果。那同样的呢，就是我们在讲说瓶子也是一样，那能够产生瓶子呢，最直接就是透由这个陶土或者说这个泥巴呢而产生，所以泥巴呢它是瓶子的一个直接因，那瓶子呢它就是这个泥巴或是这个陶土的一个直接果。接下来呢就是提到说彼之后生者的后生者呢就是间接果。那就像我们刚刚所讲到的，就是烟呢它的因呢是它的直接因呢就是火，那能够产生火的呢就是木材，那能生火的这个木材呢它就属于说烟的一个间接因。那同样的烟呢它就是这个木材的一个间接果，就是它直接升起之后的直接升起，所以就是呢它的一个间接果。那同样呢我们以瓶子来做举例的话呢，就是我们讲说能生瓶子的这个陶土呢，它是瓶子第一刹那的一个直接因，那等到瓶子第一刹那升起之后呢，它又会升起了瓶子的第二刹那，所以呢这个瓶子的第二刹那呢，它对于说能生瓶子这个陶土来说呢，就是属于它的一个间接果。那这边第一个问题呢，就提到说成佛之路上呢，仁波切是我们的具生缘，这样子理解是可以的吗？那仁波切就提到说，就是关于说他所讲的这些法呢，就是透由仁切讲法呢，那对于说我们之后升起我们所谓的道或是地的功德，或者说对于我们理解说佛所讲的包括是一些法运呢，要是对于说对我们的这些理解呢是有帮助的，对我们的理解是有帮助的，或者说透由仁切讲法呢，让我们心居之中的道跟地的功德呢是能够增长的话呢，那就能够成为是具生，就能够成为我们的具生缘。但是如果说讲的这些呢，对我们的就是正量的
正量的增长，或者说对于我们去理解这些经教呢是没有帮助的话呢，那它就不会成为一个具身，它就不会成为一个具身缘。那这是第一个问题的回答。再举一个譬喻来说的话呢，就比如说有一个人呢，他把武器呢交到你的手上，那你拿了这个武器之后呢，那就看你是如何的去使用它。那比如说有一个人呢，他就是以其他的武器呢来伤害你，那你拿着你刚刚别人所给你的这个武器呢，然后你去做防御，然后呢保护自己性命的话呢，那这个武器呢，它同样的它就成为说能够帮助你续命的一个具身缘。但是如果说你拿到这个武器之后，你并不要好好的使用它，那反而拿来伤害自己或是自杀的话呢，那这个武器呢，它就不会成为说你续命的一个具身缘，它反而成为说一个伤害你的一个东西。所以呢，就是这些呢，就是提到说任何一个法类或是任何一个物品呢，拿到我们自己手上之后呢，就是靠我们自己使用的方式。那如果说你能够把它往好的方式去做使用，或者说用好的方式呢去让它来利益自己的话呢，那它就是属于说好的这一面。那如果说你把它往坏的方面呢去做使用的话呢，或是以坏的方式去做行使的话呢，那对我们来说呢，它就并不会成为一个好的这个具身缘的部分。所以这不仅仅说是在佛法，那同样的这也是跟世间法呢是相吻合的。再举另外一个例子来说的话呢，就是对于我们来说呢，我们的朋友呢，他并不是说会具备所有一切的功德的。因为知道说我们周遭的一些朋友呢，那有的人呢，他可能是学问呢非常的好，那虽然学问好呢，但是他的行为呢可能非常的恶劣。那可能有一类的朋友呢，他的学问呢学识呢并不是很高，但是呢他具备一个善良的心、善良的品德。那这些朋友对我们来说呢，就是他会成为我的恶友跟善友呢，那其实最主要也是关待于我，就是如果说我看他好的这个面向，就是我只学习他的功德的时候，比如说我知道说他的学问很好的时候呢，我就向他看齐，然后在学问上面努力的话呢，那同样的呢，这个人呢也会成为我的一个善友。那另外一个人呢，虽然说他的学问并不是很好，但是因为说他的行为，他具备一切的善心，然后他的行为是非常照顾人，那我就学习他的行为，然后以他做我的榜样呢去做学习的话呢，那这两种人呢，他都能够成为我的一个善友。但是如果相反过来的呢，如果我只是看他不好的那一部分，就是觉得说这个人的学问很好，但是他的行为很恶劣，但是我并不去学他就是学问的知识的那一部分，然后反去学习他的行为。那是或者说另外一个人呢，他的行为非常的良善，但是他的学问并不是很好，但是我并不学习他行为的部分，而反而去学习他知识不好这一部分的时候呢，那这个人呢就变成我们的恶友。所以一个朋友会变成我们的善友或是恶友呢，最主要就是看我们是否能够去看他良善的那一方，然后并且去学习他。第二个问题呢，就提到说孙子呢，他是否是阿嬷的间接果？那这个呢，就是如果说我们用理解来说的话呢，就是刚刚有提到说，就是因为父母呢，他是能够直接把我们生下来的缘故呢，所以父母呢，他是不是直接因的话呢，那如果从这一点去理解的话，就是我们承许父母是我们直接因的话呢，那同样的呢，就是像爷爷奶奶呢，我们可以承许说他是我们的间接因。那同样呢，我们就是成为爷爷奶奶的一个间接果。就是如果说用道理上面去了解的话呢，是可以意义上面去了解的话呢，是可以这样去理解的。但是如果说以辩论上面呢，就是如果在字上面去钻研去研究这个字的话呢，就是词面上面去做辩论的话呢，那可能会有一些辩论的问题产生。那至于说这个辩论呢会在哪里产生呢，就是最主要呢就是我们提到说在学习社会学的时候呢，聊小理路、中理路跟大理路。那最主要这个辩论呢就是在小理路跟中理路的部分。那中理路呢，就是我们会提到说相属的这个关系，相属跟相违。那在讲到相属的时候呢，我们会提到说因果相属跟同位相属。那最主要呢就是在因果相属跟同位相属这个地方呢，也会讨论到就是刚刚讲到说就是爷爷奶奶呢，他是否能够算是孙子这个间接果呢？那其实这边就是可以拿来辩论的。接下来呢，就又问到说，瓶子的直接因呢，要不要加上时间的限制？
就是比如说陶土是瓶子的直接音，还是说瓶子的前刹那呢陶土才是瓶子的直接音？就是通常呢我们在讲的时候呢，就是一定是会加上时间的嘛，因为我们一开始在讲说我们在看定义的时候呢，就提到说是能生。那以瓶子来说呢，就是能生瓶子这个东西，就比方说能生这个东西一定是瓶子还没有产生之前呢，然后你能够生出瓶子的，那它才叫做瓶子的音嘛，所以它叫做瓶子的能生。就比如说还没有产生瓶子之前呢，那能够做瓶子，就是将要成为瓶子的这个陶土呢，我们可以说它是瓶子的一个直接音。就是说我们在加直接音的时候，就是时间呢，它是一个，就是这边是所讲到的，就是比如说它的前一刹那这个，那当然是它的一个直接音，但并不是所有的直接音呢，你都要把它安立为是一个都一定要安立成是时间，所有的直接音并不都一定要安立在时间之上。就像刚刚所讲的是，它是一个能生，那是什么能够生出瓶子呢？就是瓶子还没有产生之前呢，能够生瓶子这个东西呢，叫做瓶子的能生。那所以就像是还没产生瓶子之前呢，能够生瓶子这个陶土或是这个泥土呢，它就是瓶子的一个能生，所以它也能够安立为是一个瓶子的直接音。就是说我们在安立因果的时候呢，其实时间的这个因素呢，其实本身呢就已经放在里面了。就是对任何一法来说呢，就是其实时间的概念都已经放在里面了。就比如说我们在讲话的时候，我们介绍的时候，比如说在介绍我们自己的外婆的时候呢，会跟别人说这个是我妈妈的妈妈的时候，虽然说在你的字面上面呢，并没有提到说外婆呢是妈妈的这个音，但是其实呢它的意义已经包含在里面了。因为我们知道说妈妈是什么，妈妈就是能够生我们的，叫做我们的妈妈。但你说这个是我妈妈的妈妈的时候呢，就表示说她是能够生出妈妈的，所以她本身就是妈妈的一个音。所以在讲话的时候，其实我们一般在讲就是事物的时候，虽然说字面在讲话，字面并没有包含时间，但是实际上呢，它的意义里面呢，时间已经包含进去了。就比如说我们在讲说我们的兄弟姐妹的时候，像是姐姐妹妹或是哥哥跟弟弟的时候，当你提到说哥哥这个人是哥哥，这个是弟弟的时候，其实你听到这两个词的时候，虽然说它词面上并没有显示出时间，但是你听到哥哥你就知道说这个是比较早生出来的，那弟弟呢就是比较晚出生出来的呢，称之为是弟弟。所以说其实在讲很多事情的时候，虽然字面上没有提到时间，但是你透过它的这个意义呢，你就可以直接把时间的这个关联性呢放进去了。所以呢，就是我们在讲解的时候呢，就是在阐述的时候，讲话的时候，其实我们可以知道说，其实时间因素都已经考虑进去了。就比如说你在有一个人去跟你介绍的说，这个人呢跟妈妈是同年的时候，跟你妈妈是同年的时候，那你自然就可以把它排除到说是外婆的这个角色，因为他跟妈妈是同年，所以他不可能是生出妈妈的子孙嘛。所以在讲说跟妈妈同年的时候，自然而然就把说他能够生出妈妈的谁点呢，你就可以直接把它给排除掉了。那所以同样呢，就像我们讲说是跟自己同年生的，比如说双胞胎的话，那双胞胎除了说你去很计较那个时间，短短几分钟去安利哥哥姐姐之外的话，不然你其实同时间生出来的这个双胞胎呢，你也就知道说他是同年生的，他并不像讲说哥哥姐姐可以把他个1年2年的这个时间给拉开，就是从讲话的时候呢就可以去理解到了。最后面呢就提到说，一切事物呢当以此类推得知。那一切事物当以此类推得知呢，就是得知什么东西呢？就是前面所提到的，就是直接因跟直接果的关系，那间接因呢跟间接的关系，那还有提到说像是俱生缘，还有说像是近取因，那他们彼此之间这些关系呢，就是只要是一切事物的话呢，我们去类推的话呢，都能够了知。那第二个含义呢，就提到说一切事物当以此类推的时候呢，我们就可以提到说那除了事物之外呢，就是非事物，像是常法等等的这些东西的时候呢，它就不能够这样子去类推。为什么呢？因为非事物的这些常法呢，那它本身呢，它的体性呢并不会转变的缘故，所以它也不会说从一法产生另一法，或者说它的体性呢转变成另外一个东西，并不会，因为它就是一直存在在那边，它的体性呢是完全不会转变的缘故，所以非事物的东西呢就无法透由此呢来类推了知。那以上呢就结束了，就是小因果的部分。
那接下来就是第8课呢，就是第8课讲到实反这边呢，那实反是属于就是比较复杂，就是比较稍微难以理解的一个课程，所以实反这一课呢，就是我决定就是之后我到台湾之后呢，再直接为各位讲述，因为在现场的时候呢，我可以用一些就是比如说用手指头或是各个方式呢，让大家比较好理解的一些肢体语言的方式，让大家来了解实跟反。那在这边，所以我们这边就直接跳过实反。所以对于说小理论建立呢，我们已经课程算是结束。那接下来呢，我们就进入到建立中理路的部分。那今天上课呢，我们就先上到这边，因为荣谦他接下来还有课的缘故呢，所以只能上到这里。